口开，然后念圣句，就是老师教的顺序哦。大家开口一起唱。期盼勇气，爱是将心去，天要来答题，世间千万条相依。谁会当天，我为我心，我心里的心。我们敢会当会用力，都在休息，天空大地为归。我们相信主的好心，就会下回时，让我们来珍惜。恢复性互系，规范，咱的规本宽要义，吼。志工老师甲咱讲，咱的即句，各位浅显，咱敢问一下天爷，咱敢会当回去哈？敢会当回天？可以回天吗？各位浅显，咱今仔的时间较累一点嘛，所以或许就唱歌时间少一点了吼。来，我们上次有跟大家分享吼。咱来到活动，咱拢会来活动，讲好话开始。讲好话，较拄仔信，老师拢会甲咱讲咧问天，咧问天。咱各位浅显，啥物时阵会问天？什么时候你会问天？苦啦。无奈，无法度的时阵，我就问天，天啊，我即下咧做对毋对啊？我你会当甲我帮助无啦？但是，咱来问天的时阵，拢是无法度无助的时阵。各位浅显，啥物代志互咱较无助？无钱的无助无？无钱，敢会袂讲会啦，袂讲袂啦，无钱无助较少啦，健康敢会无助？有药人医敢会无助？有药人医敢会无助？袂啦，总是安那无药通医。咱咧简单讲，当着生死难事的时阵，敢会无助？会哦。咱咧念头起起落落，就是咱第二道。各位浅显印象，咱第二道咱来咧讲，咱来活动，咱就开始咱来学三思。三思的意义是啥？第一思就是法思。迄个法爱起来地位是毋是爱开？一个有地位的人，甲讲舌灿莲花，讲话像莲花。一个若是地位拢无开，看着拢咧捡别人的毋对，讲别人的不是。迄有地位也无地位，咱拢知影无地位，但是咱甲伊讲，就较家己讲是讲就较慢讲。就较慢，迄个啥？分别对待的心，敢是你会去分别爱去分别对待无？咱遐讲师咧甲讲面对甲转化，咱有听着伊迄段烟，迄个肠仔30公分无？会30公分济啊少啊？对哦。肠仔30公分去掉是真济呢，对咱来讲啊吼，蛮多了。你的讲
讲，伊拢会安尼控制，就是一工安尼有时啊，头啊切断，规工拢坐伫便所，一直放，拉肚子啊，爬袂起来。那迄是真正足艰苦的，啊，伊敢会做辅助，伊嘛做辅助的，伊讲啊，较会安尼断着这，伊嘛甲协他讲，啊，你要搞地，各位浅显，咱到有叶片前的时阵，真拢断啦。即若现前，你可能也袂当好好啊坐伫遮啦。啊，话讲有啦，我欠你个洗掉的，啊，身躯洗啊白疼嘛是会有无？小小啊靠，小小啊磨，小小啊业敢有？嘛是有呢。啊，你甘愿互小小啊靠，小小啊磨，还是要人来讨大条的？哈，要来讨大条的，咱敢会堪呢？咱无一定会堪的哦。所以咱知影，当初咧甲咱讲面对甲转化，即个过程若无智慧，若无自卑心。若无愿意牺牲奉献学习的心，你敢有法度面对？你敢有法度转化？这有一个基础伫内面啦，各位浅显，基础是啥？伊嘛甲咱讲，咱的基础是各位浅显要做有智慧。今仔其实高雄约较来时阵是咧落大雨，啊来到咱遮拢无落雨。哦，伊头前迄个啥，搁即摆咧就遐出日花啊，感觉天气真好无？真好呢，无阻碍呢。啊，若今仔头风落雨，咱敢会去想着讲啊，哎呀，落雨莫去啊，敢会会吼？浅显嘛，听头讲会啦，透风落雨会莫来。啊，但是各位浅显，这就是咱搁有选择，我还有的选呐，我搁会当顶啦。啊，你若像这个讲师咧，甲伊较讲，伊咧用食拢袂当顶。各位浅显，你若想要食拢袂当顶，敢有当选？连吃什么都不能选择的时候，啊，咱凊彩咱坐伫遮，头壳想要安那就甲想，啊，咱会想要食的，人家食想要来困啊困，敢是？安尼是毋是啊？足幸福的，有得选。有得选择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候，没得选择的时候，就是咱咧讲，佛家讲业力，但是后学不把它讲业力，后学讲那就是我们过去咱我们造下的因，现在要承受那个结果。迄是咱家己去做下的哦。比如讲，一个人拢唔爱运动，但拢要去食零食，伊的结果会安怎？血路会通无？血路袂通，啊血路也袂通，就容易安怎？阿妈滚冷的食硬正暗，啊就腰酸背痛，敢袂？会啦，咱大部分的人啊，碰着病吼，还是碰着代志，第一件想着，拢会想讲啊，迄是因为业力咧作祟，但是若以后他会甲咱报告。所有你做的一切，拢是因为你一开始，你若无去甲想，无去甲做，你就袂有结果来承受。咱去甲想看是毋是安尼？半暝啊毋困，过工其实心情是好啊歹。啊一工毋困，两工毋困，10工无困，即个人的身体好啊歹。啊这就是结果，各位浅显。啊咱敢有想过，咱的念头起来，迄个结果。你一个念头善的，你所做出来就是善的；一个念头恶的，你所承受的人间要受的就是恶的。所以各位浅显来运动是足好无？所以你来运动，咱常听的浅显讲爱三不离啦，爱不离长，不离经典，不离善知识。啊，咱各位浅显，咱拢不离手机啊，吼，不离金钱，吼，啊不离是非。咱理上嘛三不离呢。啊，倒三不离较好，哈。不离不等较。啊，咱顶间阮去参访，啊，迄个小泉人讲，拢暗时啊毋困，拢看手机啊，啊透早迄个手机啊袂爬袂起来，暗时啊袂当困，啊透早会爬袂起来，安尼敢有足厉害？足厉害吼！啊，各位浅显，厉害个毋是这尔，厉害个会互你无法度行入来运动，厉害个互你个念头起来，你完全毋知影，你即个念是善还是恶，这才是上可怕的啦。所以透早，咱嘛上已经一个时间去啊吼，咱讲师甲咱讲转化甲面对的基础，咱爱定定饲练咱的三宝，爱食5味真经，咱现场拢求道啊嘛吼，拢有求道啊吼，若无求道的，咱真有咧办道吼，咱会记去求道吼，咱爱定定三不离，甲5味真经念起来，啊5味真经咱爱念，即念头足济的时阵吼，好像甲大家分享。数开数入来，念5味，1、2、3、4、5，吐开吐出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。你一工用1分钟、2分钟、3分钟拢无要紧，念念不离分，你就袂念东念西，因为你的念就是分。
当你的念头是佛的时阵，你就会起心动念去想有诶无诶，想较拄仔讲师有讲吼，足够想，伊较拄仔有讲安尼嘛吼，咱逐个即摆拢足够想，但是做咧拢做袂到，为虾米？因为迄个行动力拢萎缩去啊。咱耗损上侪时间伫遐想，伫遐迷茫啊，简单讲啊，拢咧忙啊，所以啦，师傅拢讲咱规工伫遮醉心梦思，咱拢伫遐咧醉心梦思，伫遐咧想这代志。所以咱一开始，咱第一节就嘛甲咱报告，咱除了念头起来，迄个咱爱有正念，爱念佛去甲降服，咱真爱用念佛降服咱的念头，有诶无诶念头。当你的念头已经会当静落来。一个人的心内当静落来，伊就会当去思考足侪代志，伊就当去做足侪代志。所以佛甲咱讲，当咱佛性来展现的时阵，咱是无所不能，无所不能哦。啊，咱即摆咧，咱是啥物拢不能，那个不能，那个不能，我什么都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念头太杂纷飞，所以要常念佛，念佛号，念好念不是无断，佛号袂断，佛号袂断。吼，一工用几分钟啊练习念佛号，念到袂断。啊，若袂记的，等一下咱的若求道，咱会甲有志真经搁复习一下。咱前几道拢有甲咱复习有志真经，咱就是咧5字嘛吼，真两三四五，顺去吧。好注意，真两三四五，念不离念佛，念佛会当降服足侪你分别对待，啊，搁有你的贪嗔痴慢疑魔境。足侪你的心拢会伫你，你会当家降服落来。一个人的心内当降服落来，你会当看种远的。一个人的心降服来看种远的，代表就是你的整个你的地位提升，你的高度提升，你的眼光就会远见。啊，这样方法，咱第二节课拢是咧甲大家教方法，因为方法若无教，拢要听高标准的道理。有时候咱每个人呢，迄想法不一致。啊，咱的想法让它统一一致，咱会慢慢，咱会当去抓着迄个方法，你就知要安怎做；抓着要安怎做的方法，你去甲做，就会看到成效。各位浅显，你一定要去示范。所谓修行，是你要在修的过程当中，自己去印证、去印证啊，印证。各位浅显要理解，都是互咱摕来人生当中印证，就是像安尼去做出来，毋是要互你遐想的。你想无啦？想咧像头壳好像安尼规矩白了了安尼尔，好像就足够想袂晓做，就是安尼。这结果，你着去甲做，甲做行路出来，你知行才有办法合一。吼，安尼咱较有法度讲，咱规定拢讲去安怎？改毛病。会改毛病，去，听起来敢有足简单，但去改毛病，教起来拄仔6字，足简单。但是你若无方法去做，你安怎拢伫遐咧想去改毛病？你搁去10工20工，你嘛伫遐咧去改毛病，因为安怎去袂掉嘛，改袂掉。你爱去关照着家己的不足。啊，要关照着家己的不足，咱嘛即道要来甲咱讲，咱的佛甲咱讲，咱修行吼有咱的种42啦，咱有42个难啦吼。啊，咱即道要讲的是广学佛救难，搁来。除灭我慢难，你要去学足侪物件，足难的。因为你会感觉啊，过去都无是安那，即摆要安尼。我过去嘛无学这啦，我即摆是安那要学这。各位浅显敢有想过？过去嘛无甲咱讲着爱念佛啦，毋是我就是迄落好啦，我着安尼是安那爱念佛。各位浅显敢有想过是安爱念佛？甲大家报告者，以后遐的经验啦吼，后遐自认为袂当静落来。心静袂落来，心袂定，心袂定，心袂静，你就无法度安住，袂当安啦，袂当平安啦。凊彩一件代志，第当你就哦哟，急死，哦哟，太阳急死，你就逐项惊，敢会？会惊袂？哦，大家拢做好歹，大家拢袂惊啊，无像后仔拢伫遐惊吼，后仔高惊，高袂安，所以后仔发现，后仔一定爱先静落来。啊，要哪静落来？各位浅显，你一定爱找着你的方式，要哪静落来？一贯道上殊胜的，求道互咱3宝感是。第一宝现观好气，就是咱的现观嘛，现观窍。第二宝，啥物？口诀无字天经。口诀有几